雖然每個人可以保障嘅上限係有啲少，但大家有冇諗過喺一個節目入邊，如果有意外出事嘅，又唔係一個半個人，而係成班人，以人頭計嘅話，係咪我哋呢啲鋪頭仔可以承擔得起嘅呢？就當小型意外咁去睇，當80個人出現咗有啲問題，如果賠償金額以10萬蚊咁去計嘅話，就已經係800萬啦。係咪咁容易會有人承擔？如果承擔唔到嘅話，係咪一走了之？講返單表演嘅後續先，我都同2位相熟嘅保險經紀，甚至乎透過 broker 去報價，結果係冇咩公司肯承保，而肯承保嘅唯一一間公司，個 Group PA 嘅報價係港幣3000蚊，保單內容係包括7位小朋友同埋1位帶隊老師，保額嘅上限一樣係少到咁可憐。我最尾都將呢個保險嘅報價單 send 咗俾會所，留俾負責嘅職員睇睇，唔係想扮到自己有幾清高，我只係同時留低咗一句說話同埋一個問號。帶住班小朋友出街表演，唔係安全緊要啲咩？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咁樣講，就覺得我喺度批判緊會所同埋保險公司。我同會所嘅關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建立咗信任。大家喺之前嘅信息都應該見到，而保險公司係咪好唔負責任？大家睇清楚，用字理解，睇清楚啲。我揾咗中文俾大家睇，會易明啲。我再揾啲生活少少嘅片段幫大家消化下。其實當其時咧，我已經設計好晒㗎啦，即係唔知點解嗰隻驢仔會走過嗰啲爆炸堆度爆。夠生活化美。其實保險條文賦予相關嘅法律權力，而佢針對嘅表演者係唔會理你大細嘅。亦都唔會考慮你係咩場景，係大型演唱會定係 mini concert， 條文係冇偏見，唔會針對邊個嘅。喺一啲大型嘅演唱會入邊，成日都會有啲林林總總嘅問題發生，例如升降台突然間下降，有固定嘅物件跌落嚟，爆炸類物品，即係煙花控制得唔好，乾冰亂噴，空中飛人飛咗去第2度等等。條文入邊針對緊嘅就係呢類型嘅問題。大家都可能想鬧我，叫我唔好左兜右兜。咁到底個問題出喺邊度啊？我諗就係生意佬嘅問題，就係唔多人會去主動買呢類型嘅保險嘅問題。其實買保險就單純係一個會計佬計盤數嘅嘢。當投保嘅人多，變咗係一種必須或者日常好 popular 嘅嘢，呢個價錢自然會攤分。就係因為個餅細，造價貴，所以造就成依家咁嘅局面。亦都係我最激氣、最唔忿氣嘅地方。